小朋友，你哋好呀！我係嘉樂叔叔。你哋身邊有冇啲朋友自細就成日病，身體唔好呢？我就識得有一位聖人，佢雖然自細體弱多病，但都冇阻到佢成為聖人嘅決心。天主因為佢嘅忠信同埋佢唔追求世俗嘅注意，令全世界都望向聖母同真正嘅祈禱。呢位少女就係聖女伯爾納德蘇比魯。伯爾納德自細身體好弱，成日有哮喘同其他病，屋企仲好窮。喺1858年2月11日，伯爾納德同兩個女仔去馬薩比耶勒岩洞附近執柴。嗰條河水好凍喎。伯爾納德因為身體唔好，佢猶豫咗一陣，見其他人唔肯幫佢過河，佢就自己除咗襪，準備踩入冰水。就係嗰陣，佢聽到好似風嘅聲，仲見到一個著住白衫嘅少女，身形同伯爾納德差唔多，腰間有藍色束帶，手上攞住玫瑰念珠。嗰個身影好似邀請緊佢去祈禱。伯爾納德跪低，開始誦念玫瑰經。顯現者都攞住念珠，手指撥動珠粒，但嘴唇冇喐。等到五端玫瑰經念完，嗰個身影就笑一笑，然後消失咗。當晚屋企人唔信佢，佢阿媽仲以為佢可能見到鬼魂，唔准佢再去。但伯爾納德冇放棄，佢繼續返去跪低祈禱，仲問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：如果你係由天主而來，請走近我。一開始佢俾人誤解，甚至俾人責怪，但佢仍然忠於自己領受嘅。慢慢信息越嚟越清楚，顯現者同佢講：你願唔願意連續15日每日都嚟呢度？我唔答應你今世會快樂，但我答應你來世必定快樂。之後仲有一個最令人難忘嘅命令：去飲泉水，用佢嚟洗自己。伯爾納德起初唔知泉水喺邊度，佢先望咗去河流，直到明白咗方向，佢刮開地下，泉水慢慢湧出，終於可以飲。人哋之後見到泉水流動，1個星期之內已經湧出好多清泉。但奇蹟唔代表冇困難，顯然引嚟好多無休止嘅盤問。人哋想問佢秘密，塞錢俾佢，隨時去，甚至想割佢件衫嘅碎片。對一個細路嚟講，真係一種殉道啊！仲令佢嘅哮喘更加嚴重。不過伯爾納德仍然忍耐，就算訪客逼得太緊，佢都守住自己嘅操守。有訪客想用錢收買佢，佢婉拒，仲唔俾自己細佬收禮物。另一個本堂神父好想買佢嘅玫瑰念珠，佢唔肯賣。即使最後迫於壓力交出，佢都拒絕收錢，只係話我要用自己嘅錢再買一串。佢仲堅決唔肯分割聖物。有人勸佢將聖牌剪一半俾人，佢話聖物唔可以分割。1866年，伯爾納德離開咗盧爾德，加入咗尼維爾嘅慈善修女會初學院。佢一直留喺嗰度，直到去世。佢曾經話過自己好似一把掃把。聖母用過我，而家將我放返喺角落，我喺嗰度好快樂，就停留喺嗰度。伯爾納德體弱多病，入修院4個月之後就大病一場，領咗宗父聖事，仲獲准發初願。雖然病好返，但哮喘成日發作，
有時仲加埋其他病。1879年4月16日，伯爾納德逝世，享年35歲。1933年，佢被隆重冊封為聖人，但喺信友心中，佢始終只係聖女伯爾納德，因為佢嘅聖德唔係靠名聲，而係靠忠信同服從。小朋友，我哋從聖女伯爾納德身上學到，天主可以用一啲俾人忽略嘅人去完成他嘅聖意。喺任何事情上面，服從必定勝過混亂。小朋友，除咗呢啲之外，你哋仲喺聖女伯爾納德身上學到咩呢？你哋可以同爸爸媽媽或者老師分享下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